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检调侦办到金华城的弊案，连续几啊天，甲收押的被告门口经，早起是第二届，阁甲威经集团的主席沈庆京提讯出来问。沈庆京早起同款是坐轮椅，互法警杀出来，知影有镜头咧甲翕，阁故意甲头转到另外一边，有风声讲检察官要来出动沈庆京转污点证人，也毋过台北地检署并无证实。威经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坐轮椅，互法警带入北检，伊规个人消散落马，又要告打去。面对记者的问题，沈庆京将头挖过，无要回应。无偌久，律师嘛来呀。你的身体还好吗？沈庆京虽然互收押，也毋过伊自头到尾无承认有污洗。是讲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检方伫大问题的便查内底找到这。内底记录小沈因为控沈庆京。检方随着台北市府相关的公文来查，3天内2摆提审沈庆京，就是要出动沈庆京转污点证人。人知影彭金星叶红提审，9点18分来到北检，12点彭金星就离开，规个过程敢若40分钟。外界就咧晓讲，有可能已经全部拢讲出来呀。阿北就是沈清基的快递啦，然后彭正生就是阿北的快递啦。然后这个违法他也给他过，他要840嘛，这些公务员很可怜嘛，一个压迫一个嘛。然后沈清京如八爪章鱼，用了1元，只为了一件事情，就让他多赚500亿。张下晡，郭文泰叶红照提。检调会当作这样美丽，可能有新的策略。本案属于重大瞩目案件，那也特别成立端股来侦办这个图利罪的情况下，那相关的传唤证人或者是共同被告的情况下是非常密集的，那很有可能是想要尽速解决这个案子，来巩固说到底是否有成立图利罪与否的问题。证据一件一件互比对，无论是道理也是细后手，检方拢袂放印刷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